上如做家阿妈妹，总算买了一架人生体质健保。啊，千万唔记得，是变成爱最后嘅融合弟弟啊，痛啊！哦，应该痛到出没去咧。不过很奇怪，办落来某一球奇怪嘅事情是见来见到咧。会不会很奇怪？明明要出黑婷婷啊！节目，今仔大家咧讲物界咧，哇，讲安尼当一度是倒界盘，其实就系米，米对呢方面可以讲系贵松创造来事。爱买什么？用个流水啊，牛肝山，牛肝山啊！牛甲山啦！唔是惊挨落拢天数咧。不过，你天数甲体质谱，我做嘛该弄死伊。你就会讲法律咧啊，讲法律一定要有凭有据，有凭有据。还没长久我讲。咱讲体步，你就会做乜嘅？好啦，记得你按用英讲嘅是有上戏类咧，你挑白是有讲到，你做嘛该事情说翕相留下证据，所以你看哦，该阿妈阿婆实在动强咧，佢我卡木孙啊，慢来都有翕，还有几一个个自拍照，没有一来读咧，通情就咧，按用到底啦吼。其实啊，这种相片的话，其实係唔拉哦哦。因为啊，一般来讲啊，你都发言的时候啊，法官啊，佢咩咩安尼水天工厂的专业人员啊，故说啊，法官都安尼情形，他叫用嚟处理咧。有时候佢就当做请专业人员来去申诉。一般来讲啊，佢可能会请建筑师、或者技师安尼专业人员来走去申诉来看到底问题係出到哪一片。所以佢哋會牽動專業界面去提訴法官去判斷是錯嘅。係啊，不過啊，喺度到吃到即個買屋嘅，當初買到流水嘅屋嘅時候，佢體部做乜嘅？我講，一定要拿 K 玉數來看。看起來都難呢。來，以前體部人哋就在看一地度算嘅有講流水，也係冇流水嘅情形，佢要下到地度嘛。我看呀。我哋係小秘書嘅角色是錯嘅，好，我要帶來放大鏡來檢查一下。啲背都要嘛解，呢個嘛解，去簽嘛解咯。佢看佢老唔講，佢買屋嘅以前要發生流水嘅情形。係啦，啲背都要叫你冇唔是發生過要流水嘅問題，啲背都是啊。冇錯啊，其實我老太講啦，一般來講買屋嘅人，佢同買屋嘅時候啊，一天會老下講，入屋嘅好當好當真，一天冇流水，一天會安尼講。基本上會賣出去嘛，係啊，不過啊，唔係真係讀到安尼情形啊，都叫講冇流水，結果喺呢期就發現，一片又流，幾片又流，嘅時候啊，就會用法律來解決咧。哦，所以我用嘛嘅翻咯。一片啊就會抗啊。抗嗌哦，好啦，嗌拿起來，幫大家來睇一下，你假使講到按樣嘅情形去用嘛嘅翻咯，大家強下來睇一下哦。一片啊，再留大家來記答一下哦。其實呢度要用民法、留消費者保護法。哦，其實啦，我未係按用呢上界，真嘅。有正講唔掂，唔講，我睇一下，因為係交易嘅行為係冇，所以買東西嘅嘢，香港買東西嘅嘢，你停錯咗啲現金來賠償係冇。係冇唔錯啊，其實啊，要做呢個法律講到嘅物資瑕疵擔保責任。等下，近期嘅民法354條係唔係就該現該簽付主體物資瑕疵擔保責任係冇？我有背起來354條。算有專業啦。很做得。喺讀到買屋嘅以前，嗱交屋以前發生嘅瑕疵問題，不管係漏水、
天花板的壁贴啦，屋个带到的游泳的前屋主就买屋个人就会负责，然后总后来的责任啊，在法律上规定的一个责任安尼。你就法律喺规定讲，买屋个后带入去的时候啊，起码5年内就会有问题就会先讲，因为啊，像伊下搬入去的时候，你睇有漏水有带到有问题，其实带真的你就会有感觉。你就带东久的，迄个几10年的，结果你遐怎讲来漏水，买屋个人那边负责，其实讲真，今年没无合理啊。嘿，好点点突然公告，又流水没动奇怪系冇？还有啊，在法律上来讲啊，吼，你喺遇到安尼问题，其实就有2种比较法律上规定的解决方式。第一种係讲，那规则无人就卖，那卖给无人，那客户解除契约。听日方式就会讲，你要无人老买的时候1000万，不过你那边漏水，可能都扣在10万、20万本来吧，那就减少价金的问题。假使会用办算哦，你听先咪讲啊，是1000万，你做得那赚落800万么？哎呀，用你算么？你买个比例做得算。其实啊，这是不影响居住为主。你讲屋个安太监，这样一系列地方有漏水，你讲来规则屋个人卖，其实讲唔过意啦。不合理。系啊，不过唔係講依隻地方漏水漏死咧，然後我1000萬我退800萬，其實沒對買屋嘅人來講沒不公平啊。不過其實法律在這方面，其實法官會看一下有那種衡平啊，就是衡量一個公平合理的情況，你決定說來可能會減幾多錢，結果可能會按你想安尼。該按你假使講拄到該買屋本按你該因某事件上某言語配創用格山哦。其實安尼事情哦，都真係當家獨到，因為啊買屋嘅人一定講也唔免來撞嘅啊，去講買屋嘅人的時候就會安尼，你去搞去處理。其實啊，拄到安尼事情啊，建議睇去講都得用純正信函嘅方式來留，拄到嘅問題，乃到有漏水，去到相片用嘅，全部處理好。撞到幾分嘅，然後基本對方，然後佢講，以後我遇到安尼問題，那強來才用天數來處理。係唔係純正信函是係愛講應該喏？其實唔係哦，一般來講啊，純正信函只是喺我遇到嘅情形同啲唔聽。你真係喺個位法，其實喺今後啊，都唔發現事情嘅6張年裏啊，嗬，真係。用嚟講就講唔過，然後佢咩冇讓天數嘅時候，愛過啊，格過。建議專業嘅律師嘅建議吼，會建議大家講去告記掉麼？其實啊，一片啊，雖然講係咩動向嘅存錢，係啊，我要準備本大家。係哦，按貼心係麼？好。第一點咧，大家做做相關嘅啊，唔見咩啊？伊遇到安尼漏水嘅問題，你即個喺請水電嘅師傅來賺，要幾多錢？一動創業啊，天一就係講，你見咩我遇到安尼漏水，我喺裝潢、我家具，雖然有幾多嘅東西本你總體睇，損失有幾多？那第三點咧，就會講，其實我規則屋嘅可能我私家買嘅時候係1000萬啊，遇到安尼漏水，可能我本你扣10萬、20萬，我之後我買嘅時候會。價值嘅減損會幾多？那提示點其實我吃到輕重要一點，就會講，我會考慮講，唔見咩會付出嘅成本有幾多啊？你大家講嘅成本啊，比如講唔搶律師費要幾多錢？還有啊，輕重要嘅打官司其實係動法事件嘅，因為啊，你就一隻案呢啊，一般按經驗來講啊，都發現可能係用年來算嘅，唔係講啊1張年2張年就都處理好，可能要1年2年安尼來算佢處理嘅時間啊，一中間啊，你全部做規按部呀做上安尼事，上都唔算唔睇啊。因為當然可能話到你講因是做得夾處理啊，處理啊用應該事情個唔啲會花多嘅時間哦。故說啊，其實啊，我遇到安尼情形啊，應該喺人問我方，我其實不太建議大家提高啊。係哦。因為真係講，花按多時間，按多錢，講真嘅，唔拿嘅錢出價來賺好高波，還較划算。不過呢，其實還是大家要去思考一下這些問題。咁講你係純於良心嘅律師啊，係嘛？係啊，當然啦，冇話做係個人做對事情。係啦，咁你先喊啦吼，喊做得。喊做得。咁講你咪做得教大家一下，你應用辦事前去避免安樣應該事情發生咯。做得啦，其實啊，我老太去講啊，你到嘅屋嘅時候啊，一開始一定要先去看
规则屋的情形用。那今后的话，你都签约的时候啊，那边都会很对方的提出讲，来整栋房子到底之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安检？比如说安全检查，有结构安全啊、漏水的，那都得有你都会做那检查，就事前提出那些检查报告，就在开。那个问题，手机你买无感应，就是拿到契约书以外，唔会拿到了安检报告书系冇，而且个要求佢就提供。一般来讲啊，其实是没有啦，因为懂你买房的其实。因为你可能投资客那种，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买房子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佢每次搞大嘅，佢根本就唔会管佢喺流水也唔系流水。唔像阿婆佢租屋嘅買屋嘅，喺嚟設計大嘅，可能就會較注意安尼情形。係安樣嘅，不過我哋係唔會有安樣嘅問題啦，冇安樣嘅煩惱。做嘛？你要安voi嚇？唔係，其實是我口袋不夠深，冇做得買屋。係啦，買屋嘅真係在花動多嘅錢啊，不過大家要懂注意啊。係冇錯，所以我哋片咪教大家，一定要看屋嘅你去看嘅是啲做得忍唔住，你看是看得到哪片有流水，第二片做得看一下，你啊躺下，冇事見風啊，冇事你嘅坐下等等，你是有天棚、天花板，冇事邊個位數是做得去看，係唔係有流水水珠在上面，冇事嘅邊啊邊邊角角已經有當歐洲烏色嘅痕跡、水漿，韓國嘅咖啡色嘅痕跡，韓國坐下冇事寫信件啲背圖，就當到嘅管線，冇事洗衣機嘅都有嘅管線，咪做得去看係冇？因為頂樓係公共空間啊，一般會看一下講地板有潮濕發霉狀況，係知道有問題嘅話，其實就會自己做較注意啲。咁個咪希望大家學起來了後，自己咪當幸運，做得簽到自己當好嘅喎。係，媒體上大家哦，假使講正經拄到安樣嘅問題，日聽誒日發現是喜差，韓國係性強，認為5年以內而發現兩種嘅問題，將會措施該補救該機會咯。所以當好看呢節目嘅人啦，做得係客家電視台嘅面書 YouTube 係前站866，發對啲啲轉，走嚟了。